有风吹开鸟语，在天空中画出一道湖；有浪翻起暖风，为眷顾逆风的飞鸟。聊天的时候啊，这个郑爸爸是属于很内敛啊，但是那家伙事一上手的时候，哇，你看这才对啊。其实我没体验木工的时候，我光体验郑爸爸，基本上都是导演出一考题，然后爸爸就回家闷着，闷了几天，梆就扔出来一特炸。活不是很繁重啊，但是得很用心。开始干。好 ，OK。这个春天来得突然，好像肃杀的冬不曾存在。青天白日的数月，这都让人产生幻觉。时序刚刚入秋，柿子还生涩地挂在枝头，转眼已是暮秋。天高气爽，云淡风轻。听着淅沥的冬雨，便期盼起了下雪。春天在透明的鸟声中舒展。农历4月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万物渐渐复苏，一片浅草新绿。我都在里边了，还要啥光看？真想就这样定格下来。